分享收看客家名如何然。每日嘅客語新聞，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顧兆輝13號出席2024第二屆國家語言發展會議。台灣客語南企論壇，本法部、教育部、高雄市政府等多方代表討論客語發展問題。顧主委表示，105年到110年語言能力調查顯示，大家嘅客語能力跌欠8.5百分比，當年平均降低1.7百分比。面對客語文化流失，客委會強調創新客語係客家族群特色應該事情，希望做得到新方法落實到政策地位。顧主委進一步說明，第八公招負站提出羅論強學方法，加強講學先講人業站先討客語流失嘅危機感勞重要性，同時鼓勵聲音內容客化，勞老人家互通，也提倡後生人勞老家互相用客語聲音來減少台企理，本客委做得實用有效韓國流傳下去。第二屆國家語言發展會議大會將為第10月26到27號喺屏東舉辦，邀請各界參與，希望打幫到200交流，強化進入國家語言發展現況，清出語言復展嘅空橋。以上係客家名如何然嘅報道。撒下來愛教大家基本一屆每日嘅客語就係客語，大家強下創新客語。大家強下創新客語，你學會嗎？下禮拜再來聊。